OK，YouTube 嘅人歡迎YouTube 嘅人，哎呦，講緊一大路，講緊一大單咧，是話你個就講韓國講未講咧，你見未見你有當佢就會去講，我會講嘅頭話題是投降，你有投降是講隔了無相嘅精，隔了精神病無相頭關係咧。你 mental health แล้ว是咪講？因為我感覺就這個話題嗬，是到底馬來西亞即係亞洲嘅國家本冇咪興講嘅可能物件。แล้ว有幾時我看了，即係係幾時咯啦？但這是這 topic 就是我看了係幾時咯嗬，會到底提起來講，人哋到底南邊嘅事嗬，有一個角色是小嘅。伊即個三年嘅明星，三年嘅明星啦，三年嘅歌是小人嚟，所以我咪講，咪甲人講，安即人看小人嘅看法，甲看安怎樣講？伊係投降啊，係咪？然後安怎解釋是唔是投降啊？是唔是投降咧？咱個當然要起來講啫。毛毛菇都投降哦。有啦，有投降啦，絕對有投降嘅。你投咗降？康來時啊，係咪密針件會講咯，喙到成日淡薄咯，係咪件會夾咯，夾唔掉嘅嘢㗎了咯。安怎是投降咧？I think more to attitude 啦，較安怎講啊？氣笑啦，成日講逼斥嘅事，猛爭嘅事就嚟啊咯嚇，係時常講話啦 ，after cool down 啦，哦 ，OK， 講錯話。你是安怎逼斥嘅事？你是脾氣啊？係咪 ？Sorry， 逼斥是 stress。哦，逼斥。較濟嗬 ，OK， 較濟是掉 under the hot sun。係咪說 under the hot sun？你抓啊？我抓咯嚇，抓แล้ว流汗嚇。แล้วลูกก็ไอ้เกียก็ไอ้做這裡做佢咧嚇嚟了氣消了。哦，你把到底話即係我做隻係逼斥氣消佢啊？唔捌咯，有啦，笑 laugh until crazy 啦。你笑嘅笑啦，唔是。嚇。然後你講我聽下你 episode 那時你調調，你看你是你逼斥，然後人抓拍節，然後是你會專注講話是安怎咧？你個記載哦。唔知喎，是講嘅事是唔知嘅，咩咧嗬？交杯吹條 aircon 咧嚇，酷到咧嚇，一個注意探練咧嚇，OK，then 到今日都你未記啊？未記啊 ，forget it，然後隔嚟隔人講 sorry 咯。你錯人成得錯，人甲你講過人真係錯人。哦，macam哦，係咪物件？即是講明明講是aircon 做。會就是賣對位，就是愛對外位，就是咁樣嚇。哦，錯畫畫。錯畫畫你看咯，較濟是啲 travel 嘅事啦，啲summer 嘅事嚟了咯小人嘅你看。哦。呢個係物件都唔掉嘅啦，係物件都唔掉嘅。你講咩？At least 伊會講 sorry， 上個我會爸你看他過了是過了嘅啦，但是你生氣伊錯人嘅時嚇，是你會錯了。這是脾氣㗎，係咪？脾氣咯，but at least 我會講伊會講哎呀 cool down 啦，就袂緊啦，講 sorry 啦。伊講嘅啦，特別唔就而家會講嘅啦。I swear，我叫 ICI 嚟。叫 ICI 嚟做正股做正人。做正人啊。แล้ว OK， 我個咪講嘅咧，就是阿漢你講咧。我會即真嘅是。我行咩使講？OK。你是會真成日有頭殼有問題㗎，還是成日講人脾氣啊？咁看，但係我每日是脾氣㗎，還是正式？我被講正式日本特別我被聽落行。OK，so 我定到去對厝嘅時，我去 check 我嘅 ovaries，因為我有 PCOS。
PCOS 係咩？ polycystic ovary polycystic syndrome ovary syndrome แล้ว我愛食迄個的 pill 咯，แล้ว我發覺到的是我 normally 因為我有這個病，我的 hormone level 是 out of whack 的 kilo 的，แล้ว我愛來 period 的時候，我真 depressed 我還沒本會好的，แล้ว食了咧就 regulate 咯，但是我食的藥是21日的。藥來嘛，所以7日後都來 period 嘛，所以 between 迄個 last pill 甲我來 period 的頭一日啊，我蝦米本會好誒，真係是 very emotional 了，淡薄嚇，你是規身軀規個頭腦是白誒哦，了安尼 like depressed 我難誒喎，OK，了上甲有來愛好誒時，上甲有誒人嚇掠着我誒心臟，安尼款下就安尼款。哦，如果他真心痛啊，成個人心痛，哎呦是好噶！迄日我是你對來誒時，我去我誒姨誒厝，了我誒姨人是真高真active真濟物件做誒人，所以我家己一叫人住厝爾，所以我想。做咩事我愛來，我愛對厝，了我來這邊無人陪我來做啥物？了因為我誒兩個 cousin sister 是 lawyer 來嘛，伊人做工無日無暝，了我誒伊個就去看厝啦，去買菜啦，啥物無閒，了我逐一叫人下佇 living room 迄邊家己哭。即是 because 因為你，若是講唔是因為你嘅荷爾蒙影響你咧，你就無事我就無事。即係特項物件變做成個人 against 你，人就做咩事？我唔是頭啲做，就是做咩事？我安尼笨，我安尼笑，我愛來，我明知無人愛陪我誒，咩我個 text 我係劍啊！我講 I want to go home， 我回宿舍。你是特過節有經驗啊？你可能是久一擺。特過節吧，笑無啥物件哦。哦 ，OK。Actually，即個係咩事？即人無講嘅咧，就是 depression 咯。你即是 depression 是YouTube 啊 YouTube Actually, I have 我本有 depression last time. 哦。I look at depression 嘅時because actually 我若講我想我 depression 來時有陣時有看一陣啦，有陣時一陣來時候都是會 suicidal 咯。所以就是講愛笑自殺啦，有自殺嘅 thought 啦，pull the plug 跟住自殺咯。有想要自殺啦。想要自殺嚇。然後自殺and because actually also that but then because 我家己本囡仔細漢囡仔嘛，所以有陣時你會想講真係很好咯。because 有時候我講，就是較濟人就講死去無事啊嘛。because 我個囡仔，所以想你死本未，活本未，你未死本未 because 腦殼細漢嘅。so 有款 but after that 我冇食藥啦，但我control 我嘅 diet，做我 meditation and then 有啦 on and off 啦。你diagnosed with depression 有偌久啊？冇 diagnose， 我冇去看 doctor。OK。特別你家己知啦，你 depression 嘅經驗是，你家己 depression 嘅經驗，係咪你講咩啊？笑咩啊？我講 depression。YouTube，唔知掉多咯。YouTube 我讀啲 dictionary 啦。YouTube 唔知 YouTube 學掉咧。冇啲。學掉冇掉，我翻 message 我幾嚟。哦，是 depression 嘅福建話嚇。呢個音是嘈下。呢個音是 chill。
YouTube 阿比新聞啊，新聞 YouTube 新聞啊，不過新聞頭條新聞啊。唔係講新我做邊嚟啊？我做邊嚟啊？你一個即係我唔知啊。Hello，大家好。我做邊，大媽個係我做邊投降？我把路多投降冷靜會做㗎。哦，OK，嚟啦，好啦，嚟講啫。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แป๊บเปิ้ลมี咩事雜波波啊？對，雜波波，雜波波歡迎。誒，歡喜來一回，歡喜一未來過，但係講未來嘛，就啲 Facebook 教我講。肯啊，唔知走幾多啦。你啊 ，OK，投降嚟 continue 講，但係咱哋講就 depression 後邊講嘅，唔是我做邊啊？後邊啊，後邊你經驗是安怎咧？你成個但係你講成你去 depress 時，你想 suicide，你想被自殺，特別你 feeling 是安怎咧？你感覺到是真正激心，㗎，上面講啊。Yeah,激心咯，and then OK 啦，because somebody 有人講maybe 是啦，你 situation 真係慘或者呢 ，because 我係見啦是有 special needs 嘅嘛，so 你講 OK maybe 你 overwork 或者呢，但我在你講我是 depressed 時呢，我個是我I mean 根本未做嘅，入邊嚟講冇 depressed 時，我係 normal 嘅 ，because the situation 我係環境我會接受啦 ，because 我係見啦我是 special needs 嘅嘛，so and then 我嗰時做工嘅，我做工，然後我嗰邊講見啦，我正做啦，我做 community work 嘛，so 我係夾去工佢嚇，然後呢嚟講我 depressed 時，我唔係困聽嗰條咧，哦，你我困得了，啲名稱嚟，我係困啊，20點鐘比較緊嘅，我唔係出來，我冚我喺房間裏邊冚個燈叫咩？blanket I 冚，個燈 I 冚，我係枕頭，我是困到枕頭下底，枕頭吸外邊嘅，你冚咪了，我係困20點鐘會使困嘅，但我嚟講，我做 depression 嚟講起來。我上億就半，上億我就拎嘅，我唔係咩唔需要嘅呢。哦，你是真係是，你唔買困車，嗰個困車嗰時，你頭腦嗰時跟下想到你 problem 嘅嘛。所以問題啊，你是愛困。你是唔是平常時，那是冇 depression 嘅episode 嘅時，你是唔是冇去有咧你 depression 嘅 problem 啦，你嘅問題啦，是唔是干係 depression 是嘅是問題咧？平常時唔是 depression 是不是冇，伊唔是冇咧大代志。你 depression 是 magnify。是咯。actually 唔係根本冇講 actually 冇 depression 嘅是 OK 啊，我handle 正and but 從今呢伊嘅 episode 嘅招咯 about 嚟實講。4年整呢，我係 baby 是 about 5年整啊嚇，但係是嚇，真係你咯 ，because 有人講because 都未 handle 你驚，但係因為我見啦嚇，我見啦是個3、4歲啊，即 suddenly it onset 就 it suddenly 嚟嚇，所以我未接受我見啦，我唔是啊，I mean 冇接受本4年啊嘛，對唔對？然後呢then 我。Only after that 我自己 我 real conscious 啊，即係咩叫 conscious？ 我 conscious 我自己做咩物件，但我慢慢白起來，我 friends 好重要咯，所以我 the way 我 send 一個 message to 我 SOS message to 我個朋友啦，然後我朋友嚟催我咯。我 because 你老實講。你 family 本未了解咯，你朋友本未了解咯。我 actually 我寄我 SOS message 就是我 Malaysia 嘅朋友，我寄是叫我UK 嘅朋友。所以 UK 朋友伊掠條橋咯，伊家先叫send message 叫KL 嘅朋友嚟催我咯。
then 嚟除話 then 慢慢 伊叫本是 life coach 嚟啦，伊是 life coach 嚟，所以伊慢慢就是叫我出來，take 我出來啦，actually get me out from the bed 啦，get me 啊無呢我是安尼，我成困我困醒，我叫我九點啊囡仔出去啊 ，out from the 出去去讀冊啊嗬，我是調了我眠床位，困甲陰崩屋嚟。哦，特別你過幾時你走過，特別因為無地時你走去頭眠床。我嗰時嚇就。哦 ，paralyze，所以你是做坐年症，如果你做坐年症嘅時，發覺到你個幾個殺掉，講你有 depression 咧，你講得你朋友到 UK 朋友是 SOS 你 message 你叫意思是你講係咪物件咧？你 SOS message 是我伊頭慢慢嚟 ，maybe 嚟得點你有陣時換車都冇數到冇睇你 breakdown。How do I get feeling? How ano? So maybe very simple嚟物件 ，maybe 你聽到一個話，magnifying 嚇，你即換車泊車了解啊，並好幾哪一點鐘啊，然後你因為你垃圾咁唔要緊嘛，安尼物件嘛要緊啊，慢慢嗰個妹妹嚟個我垃圾掉。嘅啊，一禮拜要困多厝困幾哪日嘅呢？嘅啊嘛，對唔對？嚟講，安尼個一路見呢，就就是我會 self harm 咯，self harm 就會做self harm 咯。你其實在講你有安尼款嘅 episode start 咧頭一擺時，你阿個幾號？你係做這呢整？你生囝啊未啊是？生囝未啊，應該是生啊。你生過囝那個實有啦，定到是 before 有囝是你無 experience。我覺得我是嚟冇，我應該講我幾時啊？呢啲有20年前 ，OK， 我唔是 ，I'm not so young bird 啦嚇，20年前 probably 有一回到嘅 episode。Okay。Then。But even though it's a little bit tampo ai chủ sai cho nên tapi si ana ko ya. Okay. So lu bukit siang. Kat tenge si lak ni jeng ha le ko kaku le agak kuin aku we ana ban ti ki. Kuin aku we maybe sa si ko ban ki ka te terus wa ka SMS SOS kia. Then for recovery, I take another maybe an 1 year and I could kong to go back to normal. Oh. So long ha. Lu SOS 你朋友嘅時can UK 朋友啦對。UK 朋友哈。你計講係咪？我計講啊。我未。哈，我講我未試問題啊。所以你朋友在講你特別需要有人導出路啦。伊有淡薄 psychic maybe 啦 ，because 伊是我伊有淡薄 psychic 嘅朋友嚟啦。伊本會讀到人 emotion 嘅啦。psychic 就係 psychic 嘅人係真正明，伊就 sensitive to 別人嘅是咯。特別本是because 我真係本是真係冇咩計，類似冇咩計。because 我即係 suddenly they 有啲冇人嚟了解我。我即陣時我咪講這話題就是。我就是看咧，係其實老師講到小人，所以我想到一部分嗬，就是人亞洲人無去講到 mental health 一 discuss 一大部分可能，所以變到那些你有成個出來人是朋友，你看到樣成個講，即六幾日日啊無出門，一到底出為了是你是去。關心樣去問看，到底有蝦米事啊？還是做咩事？你會講哦，比講你感覺到你出來人朋友未了解你咧？
咁所以未了解我。哈，你捌甲伊人講過，還是伊人，還是你出來人無 sensitive 對迄個即個 topic，所以無去看到講哦，有可能你是 because of depression，你 act in a certain way。我都唔知 ，because 我嘅情形外邊看來應該是 OK 嘅咯。即係 depression OK 咯嚇，外邊嚟看應該是 OK 咯。我嘅 career，我嘅事業，我嘅事業啊，我嘅I mean 行佢 OK 咯，咁樣行佢㗎了 OK 嚇，㗎了 OK 嚇。So and then 碌做緊個international company 做 regional position 嗬，做 I mean 都見誒行佢也是 for the regional，所以真正看起來，外口看起來是水啦。即係成人嚇，對，外口看來一成功嘅人，特別如果是一邊就同人講啊。你佢家自己講啊！你無辦無去個人頭開，你想到要去，你想到，就我保你數着你嘛。sorry，我談幾成啊！哎呦，差唔多話。所以你就無後邊你有想到要去。看老官，還是要找心理嘅老官啊？去講，還是係咪有想過要看老官咯？冇去想到啊！冇去想到第二項我第驚個是 medication。我就講去找樣哦，嗰隻本是叫食藥嘅咯。嚟啊！我一項我淨係驚食藥。John，但係你講做咩事出來人甲朋友？伊未隨學條路，未學條路，有 point 嘅咋 ？because 伊人開關心，伊人關心了，伊嘅關心吼，唔是我人愛嘅物件，所以所以未 fit 到我人嘅腦講，哎呀，我人會 I let go 嘅時唔係 let go，你人是 concern，但我知，我係知講，panic 啫，有 panic 啫，所以我那唔是I am panic，都冇實際嘅做嘅，我去 panic 嚇。我係是 somebody，我是講they hold the space for you，so that you be yourself，you know。甲咱想嘅物件是愛想嘅意過嘅，所以甲會 click 掉嘅啦呢，伊樣是好朋友出來人，伊樣個是好，伊是關心，但伊樣嘅way啊，有啲是未 fit into our mind。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of depression 嘅時，你成日亂講嘅物件無，樣成日你感覺到伊人是成日，你感覺到伊人是成日是被 instead of 被聽，甲你講聽你嘅心，樣是直頭被去 solve 嘅 issue 好咯，是唔是？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對啦。樣被去解決好咯 ，instead of 聽你講。Yeah，但係有陣時咁講，我冇幫行嘅啊。冇幫行嘅啊。你rasa，依個你講嚇。你rasa 伊人成日講你冇管去跳樓，你冇你管去燒就因個在怪你自己啦，你做咩想嚟講？安尼曉是唔是講你咧？有本。對。OK， 我明白。你我唔知我不甲人 share 嘅，我特啲 online 時候，咪 share 嘅我有一年嘅事，我攏看我啦就係，一看嘅我啦就係，笑到當聲係笑人嘅啊！我當今我有一道嘅事，我家己經驗過，我冇咩明白，你就我是平常時真正歡喜人，所以我冇明白講。depression， 但是我明白，但冇人講時成出來朋友做乜事，rasa 會成日怪你。你講我是頂到嘅時啦嚇 ，before 我經驗過嘅時，我是想講，你做乜事愛 depress？ 你成日講做乜事，你家己驚愛 depress 嘅意思，你知？成日有人有 depression 啊，做乜事都驚愛安尼。你未成，你就是做交易嚟講嚇，你應該是未 depress 嘅。我
定到 before 我自己經驗過嘅事，所以我冇，就是講我冇了解者，我咁做咩所謂講出來就是一啲人本時話你可能看法就，因看有 depression 嘅人是上個，哎呀，你自己咪講，但是你自己講好好係，伊別你別 depressed 嘅。意思上個講是怪路的，你有 choices to choose whether or not you want to be depressed，然後你 choose to be depressed 就。我頭頭是本來我想我老實講，我頭頭是本有安尼款樣，但係我是講無去甲人講的啦，我無想講，哎喲，做咩事你安尼 depressed，你無落樣，我無可能講，特別我心裏面我淡薄想講，但是這是你愛歡喜來講下，你應該是會，你特別出較濟力了就，我是心來想。特別我感覺自己是，我自己啊，我安尼歡喜嘅人，有一節是我唔是 clinically depressed， 特別我有一個 period 是 about 3個月嚟看啊，我袂哦，我到啲 Malaysia 對嚟，我去 visit 人，佢試過只隻，特別咧學件是第 on 嘅時候是，到啲 Malaysia 出播咗個人到到啲 the star cover 為㗎啦出㗎啦。แล้วว่าเป็นสิ่ง做這些物件 I think what part of that is 我 burn out 咯就我這些 press event แล้ว這些出來去都邊啲學見聽講嘅時候我覺得成個 hold up 別人嘅impression of 我 because 我對啲邊啲學見嘅 show 裏面是我就老咗真係大笑大講嘅咧 so 我 even though 我diet 本好啊我硬 push 出來 every drop of my energy to be成個 fulfill 一人 I expect 我 expectation 啊，所以我蠻係 disappointed 啊，所以做個變咗我自己真係 drain 啊，你 at the end 我對來嘅時候，我成個 fall into a spiral 就，所以我真係 depressed 掉咯，但係物件成個未好事，你看，然後我上班咪去做工就，我直接想我未去做工，我未出，到啲我未請啊，掉我咪去做工就勤考咯就，然後我到做工嘅我嗰度見 client 就俾講話係咪好，哇！我計勤考未打慳咗，差唔多我 experience 看咧直直考咯，成日我唔知係咩物件，我成日我按照我頭腦啲時候我唔知咩事，我呢激死咪我唔知，你我 everything going on very smoothly， 特別我自己真係激死。我同 Bruce 講，但是如果看到我安尼看條個幾幾個月，個幾幾兩禮拜，我少安尼看條，我叫伊特別逼我去看落去。So， but 我呢慢慢我阿個我3個月呢看了時我阿個個幾阿個3個月個慢慢都對去 normal 啦。所以我當今啊，我對 Malaysia 我做咩物件時，我就寫住我唔係做小姐，你我見講我 fall back into after that episode 咧，嗬，我個有到攞到我本是 usually 是 when 我有只我係逼嚇成個真正好物件只濟 excited 只歡喜嘅物件只濟時候，我肯定就 crash 嘅，所以我特別準則看我做物件，尤其是我對馬來西亞嘅事，所以我當今，但係我 set 較濟度，我對馬來西亞我 set 成一行邊咧學見嘅，就 one day 啦做物件去做，一個月時我都冇去做，所以我變成 crash 咯。所以我經驗過咧，我咪就係講，哦，原來是未 control 嘅。我未 control。I think it's chemical imbalance。係啦，好可能。你樂觀咧，樂觀咧，講下樂觀。Yeah，對，其實 chemical imbalance 你冇夠 serotonin， depression， 要求是腦裝啦，平常嘅事情個無好嘅物件。做好你成個你會真正死啦，是你會搞死啦，你會處燒去。係你了，你安尼看你較極限嘅時，係你是平常，係你是掉啦。然後你會腦做好你注意安尼看是，因為伊個你會 serotonin 嘅，你無夠 serotonin 嘅 serotonin 嘅 level 落去，特別。你平常嘅要求嘅時，每來你點聲過了嘅時，你家會一慢慢一起來，你係小電腦起來，你家會好時去。無條啲你困起嘅時，看到伊日頭時，啊無你想較好嘅物件時，你家會好時啦。所以安尼是平常嘅時，安尼是 normal 啦。特別你若是 depressed 時啊，你係 serotonin 無夠嘅時候，伊爬起來做一個。แล้ว所可能有這個 depression 嘅病時啊，你唔使歹嘅物件做回人嘅，伊
大行好事本啊，大行好事平安本啊。伊個 serotonin 伊生是安尼款的啦，伊人會腦被家己做伊個 serotonin，所以伊本是變成個變要求去。直激心，無蝦米水直激心去。แล้วลูน่ะสิเสียวแก่แล้วอ่ะ serotonin เสียวแก่แล้วไอ้เสียลูกเบสเสียวกับ future ลูกเบสเสียวลูกเบสเสียวบินเจงฮะลูกเบสเสียวปัดเต้ามิงเกียอันนั้นคนเนี่ยสิอ่ะตัว hopeless แล้วอันนั้นคนเนี่ยสิลูตัวเบกเกียลูติดเสียวเวชูสัตว์อันนั้นคนเนี่ยมิงเกียแล้วอันกวยลูเบสเสียวขี้บินเจงแล้วนี่所以那是被上邊整啊，大行就被大人就被上邊整嘅嘛，嚇，你那是上邊整啊，你那是有希望，你那是上八刀嘅物件，你就有 hope 啦，嚇，你那是被上八刀嘅物件了，你就冇 hope 了，你那是冇 hope 了，你還沒準備。你還沒準備 continue 啊？別話條路都賣了，所以就較khó條是。嚇，你需做實較好啦。So 安尼款嘅是 depression 嘅平，係你唔是人叫 reactive depression 是上加，哎呀我對除了我處笑掉啊，啊無我愛嘅人咪愛我啦。So 我 depression，不會嚟你都會好事嘅嘛。So 係你是 normal，係你是 reactive depression。แล้วลูก endogenous depression or clinical depression สิลูกบ่ฮามีลูกตัดทางเป็นอันปุ่นสิอยู่ชูเบ่ something to trigger ลูกละwhy situation สิว่าก็สิว่า平常時我 I don't think 我有 depression เหรอ but ว่า他一刀我幾年刀啦一刀就 one major one 你看到我就是我對馬來西亞嘅時候，我成日淨 spend， 我淨用隻 energy 啊，是對嚟是 crash 嘅嗬。係你是按照 explain 是到底是 chemically 嘅款呢？是嚇，本是 chemical， 係你是本是真正真正破洞嘅，有真正濟人有嘅款嘅，你那是上海，你海嘅時，你有真正濟少到呢咯，嚇。了，你咁了嘅歡喜嘅物件了嘅時。lu now automatically shut down 卡咪起來，特別那是 shut down 上甜上快啊，你袂曉起來就咁樣，所以你家己感覺要求。是唔是上個人去食咧 wheat cake 安尼款食是哇，真歡喜。係你是另外。了等陣無了嘅是哇，激死我。嗱，你那是要講食嘅物件，還是睇嘅物件呢？係你是另外都係貴。有真正這物件人，有真正這物件人食了，人家happy。chemicals 有真正這 chemicals 人睇接嘅，本是會做路嘅款。第普通嘅是酒。tapi bu dia chocolate 啊 chocolate 是 opposite 啊 chocolate 伊啲像激死嘅喎，攞行嘅喎。chocolate 人講會 boost 咗 serotonin level， so 人會這樣濟人 addicted to chocolate 是安尼款嘅數，唔是，第普通嘅是酒是 depressant 嚟。頭先你啉嘅時，你會袂記，你會輸，㗎了你會蝦米輸，特別伊有一個 drug effect 啲你會腦，伊接起你腦是做你 depress 嘅酒，แล้วcannabis 本是就是 depression 啦，嚇本 cannabinoid 是 depression 啦，本是有真正這八項本是 depression 啦。係你 magic mushroom 咩？不，係你是冇想。psilocybin 係你是較即是 stimulant 加 hallucinogens。hallucinogens。係你是把啲你嘅腦是把位，伊做掉你嘅把位嘅腦。佢想把物件。伊就是上個 LSD、psilocybin 加了是 hallucinogens。你都知最近啊，馬來西亞有一個 news 啊。啲檳城這邊北海嘅啊，佢哋查某19歲，一滑車滑，我不是個係會嚟。然後伊講伊是個真濟穩身啊，我不唔知話你伊 news 變個安怎啦。即個囡仔伊講
唔是囡仔啦，19歲啊，伊細漢到大漢，伊有即個 learning disorder 誒，伊袂 focus 誒，所以伊有 OK，伊會教，咱毋知安怎伊半暝應該是去啉酒，還是去 club， 還是去 bar， 啥物毋知啦。然後搞甲早起甲對厝咯，然後伊是迄個老師，你知 highway 是 one way 嘛，一人去一邊對嘛，所以伊毋知做咩事彎去迄個 R&R 位，迄個 R&R 迄個 presentation 來翻，了伊無人對伊家己 hallucination 咧，家己想誒，了。你時你在 R&R 有按入去，成個按入去 lenside， 當時你出嘅時本來直直出嘛，一出嘅是倒巴咧，你知道伊倒巴咧畫。伊畫無相嘅，即個尾吼，了伊弄掉，像你去 flyover 啊，你倒巴咧畫，你弄掉，係你來嘅車咯。安尼咯。我睇到新聞，佢哋都唔知安怎。佢哋是叫投降。投降啦，人叫投降啦，我叫投降，成日投降就係人講嘛，投降啊，笑人去笑啊。有人講伊投降是 migraine 咩？投降是 migraine 咩？冇啦，投降就是講你頭有淡薄 mentally 淡薄冇咩。我在細漢嘅時啊，特登若是暗暝嚇9點10點，我甲洗頭毛，洗完頭毛啦，我會問佢講，我洗頭毛在投降啊。講咩咯？投降。咱對做咩無啲咩？哎呀，我冇面。我有一個故事，我有一個投降嘅故事。伊不是差唔多愛去自殺嘅，特別我唔捌，伊我是聽來嘅。然後伊去，我去幫佢嘛，你 handphone 聽着。伊去抾面，迄個查某，迄個安迪啦，伊去抾面了是伊抾面過後真痛啦，伊 recovery 真痛，了痛到3擺，伊愛去自殺啦。一年2年嘅時間，了有一個人，伊嘅朋友發現到。伊講伊個朋友問伊你做咩事啊？伊講無事啊，伊想講 act normal 呢吧？你看得出伊個面是真正激心咯，because 伊是無講正，伊古早就水啦嘛，了伊去做過後本是水啦，特別無清差真濟咯，特別伊個皮吼凍着爾，伊就癢到真大聲 ，because 是痛，所以伊個 scar 真痛。3擺2年，講了伊甲伊個朋友講。半暝我醒起來，我想要行去跳落去。你看你物件，伊朋友驚甲準。你慘一個。抾面抾干誒。無啦，你特別家己想啦，人若是面啊，人講是較濟是水嘅面啊，了伊個別伊個老了喎。你若是水了，你50-60歲啊，過去安尼。個特別抾面啊，你特別家己想啊，伊個腦。淡薄是無好事了咯。了佢哋做伊嘅面嘅本，我知。你知我講係咪無？伊未 accept 伊變老。所以內面嘅腦都有病了，都有問題了，你知無？但你係抾面整，佢哋 plastic surgeon somehow 特別甲你講，你 consequences 係咩？好嘅有啊，好嘅伊人。每路慢每路看，伊人我 actually 我有抾面誒，了，佢哋有問我 minor surgery 伊冇問我你看啊，所以我做了啊未，你來做你看你行嘅啊，等陣我做了啊，你 regret 嘅咯，你看你要甲我講正下。伊 advise 我啊，你腦是安怎看？你第一要件是你再無查某去做靚嘅，要做靚。人家做咩做領較大啦，那是要換伊個形啊，那是係咪？要佢哋調，伊度要每伊個 plastic surgeon 那是好嘅啦，那是無插嘅，人無插本貼落嚟做啦，我都掛落去。特別地好嘅啊，伊人度要每頭先，你安怎看？你頂擺時你嘅腦有病無？你有 depress 無？伊無每我有病無病，伊就是每我講。無好嘅度要每嘅 ，because 你知無有較少嘅人啊，伊人袂你做咧，嗱成個做我皮筋較大啦，做我皮筋嘅形無相啦，安尼款啊，了你伊人做你時啊，伊人講
我冇咁玩。這平時冇病，我為了做個嘢，一個做個嘢，但係你講我睇下我係耳冇水了，我係耳你做隻病，我係面一做，我係耳咁面整，所以你就咩做係耳，所以每來一樣滴刮，是因為腦冇好事嘅事，唔是伊嘅面冇好事嘅事。冇事嚇。所以你看成個我講咧成個 Michael Jackson， 你看 Michael Jackson 做龜頭啊！伊都唔是伊嘅面有蝦米事，伊是伊嘅腦，伊嘅家己嘅看，伊嘅家己嘅垃圾人嘅看較水，伊家己嘅看法有問題，你知冇？做個軍事啊！開車，go 開車嚟啊！開車。之前是只啊古靈咩古靈帶嚇，古靈帶嚇，mute 掉嘅。Anyway，我有一個，我喺做 intern 嘅時候，我去做一個 life coaching corporate training 嘅公司。迄個 CEO 咧是馬來亞人，喺澳洲讀冊去香港開生意。了伊古底喺香港嘅生意真大。了伊個 train 迄個香港嘅迄個走馬嘅場。跑馬了伊 train 伊人。行佇迄個火團迄邊嗰個 firework 啊，迄款物件來，所以 apparently 佇香港是真大嘅新聞來啦。伊當然對來 Malaysia 嘅時，伊就得 bipolar disorder， 伊是 clinically proven bipolar， 伊會冇 clinically proven， 蝦米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OK。兩人啊？兩人。是小嘅，安家寶是小嘅，了伊人因為伊人 pressure 嘅事，了伊人就離婚了，把伊人 stay as business partner， 袂曉見，所以伊嘅某有一擺小咯，就是伊講我 fax 一條物件互 HSBC 香港，迄時 Unify 個新個嘛，伊無 international fax 嘅嘛。伊就講咯，迄個 US dollar 200塊，你安怎蝦米，然後迄個翁就講，伊是印度囝啦，伊嘛哪知你愛做蝦米啊？你嘛哪會使罵伊啊？蝦米，就兩人就罵咯，罵了，迄個某咧就去甲 client meeting 嘅時啦，一邊烏邊吵幾日，了就無好看了嘛，對去 office 嘛就互翁罵咯。了，迄個翁就罵，伊人就罵了不要緊。The next day， 迄個翁真心情無好，真迫切。伊去整伊個壁，伊個壁有空，你知？我唔是正義寶。你做正義寶，啲 office 正義寶。伊個 office 是用一間 normal 嘅 terrace house 嚟做嘅就，我個 office 是廳來，伊啲樓頂困，然後伊個某下是啲大馬沙拉第一水嘅 townhouse 內邊嘅，伊人搬開大嘅。離婚了嘅時嗰時係咪離婚？離婚了嘅，了迄個，了我嘅頭家咧，迄個翁咧，整了迄個壁啊，伊就敲哦。真係是bipolar，我兩個目睭看到嘅。了，迄時我係嘛喺中國 vacation 嘛，我係移轉來，伊買互我嘅車司機去做工。你講係黑路啊？取消。sorry，finish。了，伊寫一個真 creepy 嘅 email 就係，但當今看對去唔是 creepy， 是伊愛人甲伊關心伊愛人幫伊，你知喎。了伊講 ，OK，if Robert says this, you must do this。了有一個物件說 ，if Robert says he's sexually inadequate, you must say, oh no, you are a ladies man。Oh my god！伊係啲
啲嘅 intern 都知哦，我迄時我20幾歲，我 shock 都知哦，了伊 ，Oh my god，是真笑，所以我係伊看到了，伊買互我去做工，伊畢了我係車出是畢了，唔知多少位。哦，驚人去。我看到是 bipolar 嘅，伊是 bipolar type 1，唔知 type 2啊，蝦米啊 ，bipolar 有某種嘅 apparently，so 你是 one of it 咯。so angry how 啊？我俾講嘅就是咱講到對平常時咱講咱嘅 standard typical 嘅，咱講小人到底幾耐看到小人。當住有會記講讓細漢時其實是把在講讓 neighborhood 讓謝咯，謝咯，馬來西亞，冇識頭毛啊，馬來西亞被伊朗被曉過伊朗嘅頭紅嘅啦，但係都可以偷三招，但係佢都幾落崩晒，我要考。NHA 有一個 social phenomenon 人叫 social drift。social drift 是路頭紅嘅人啊，被燒工、被燒厝、被燒波，所以買來大啲記落邊咯。嗰啲嘢有厝嘅話，藝術家可能看未必也唔知啊。我厝嘅有一間 auntie 伊青椒 T-shirt 呢，伊有青，咧伊行啦，坐摩托過人看伊吼，伊知講人看伊，咧伊個 hand 伊阿蹦出來，好你看。冇講啊，佢打冧。對。我就是講。我哋講嘅是because 我 involved with 咩啊 autism 啊 autistic children 啊都有陣時本是樣嘅行為啊，樣嘅 behavior 本是真係 bizarre 咯。對，特別。就特別唔是笑嘅就，有陣時是樣嘅 body 有樣嘅 sensory 有sensory 叫咩鬼？sensory 有 problem 嘛，都嚟 recently 我是有收到 case 講有14歲、15歲嘅囡仔，大部囡仔，I think 伊是袂伊無講話，伊 non-verbal 嘛，伊袂講話嘛。Then I think 伊是有 puberty 啦，so 我唔知伊嘅 understanding 係咩，特別伊 maybe 有 erection 啊，係咩，伊袂 control 家己嘛，所以伊垃圾正通考，所以伊有陣時啊，伊走出去外邊哦，一困到學校嘅，學車俾學車浪嘅。我就講，我嚟講話呢囡仔哦，本是真係 challenging 哦，伊唔是笑，就是伊袂 express。自閉症是唔是？對，自閉症對。OK， 自閉症 autism 自閉症啊，想啦，自閉症還是叫做 AS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還是叫 just autism，還是叫 Asperger，所以看伊一類 wide range 入邊呢隻字係嘛？你講下，就講下 autism 嘅。有可能人聽就唔知唔捌聽過啊，是唔知講 autism 係咪？你陪 explain 淡薄 autism 啊，是自閉症唔好講。唔係，即係病係安怎看啦？安怎？usually 是伊嘅OK， 自閉症都袂使講哦。伊唔是一個 syndrome， 唔是講緊那條好寬嘅一 set syndrome， 所以叫做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嘛 ，spectrum 裡面是真係wide 嘛。有人講哇，自閉症人真係天才，唔是人哋講，伊人講看伊一個 graph 啊，有咧呢是真係，伊有 high skill 咯，所以有講 high， 有一個 specialist 嘅 skill 咯，特別伊真係 low 嘅self-help skill 的，特別有咧呢，伊是真正伊嘅 self-help skill 有怪懸，特別伊別項嘅 skill 無懸。即有咧就是咪講嘅啦，伊嘅 self-help skill 本無 skill 嘅，伊無 special 咧。7就是講伊真哇，伊有 photographic memory。伊曉 play music very good， and then 特別別項物件袂做啦。不有咧真正，伊是無 skill，
本是無 self help skill，and then 你看到伊個是啥，上個有人看是講啊呢，較濟些咧看啦，只小人啊，只咪路你人頂到，未必叫做人叫做小人啊，唔知啦，對唔對？當叫人有一個名學伊咯，對唔對？然後有咧我是，有咧是有時間看物件靚安尼，一看。你咪風山咯，伊看見那啲政府有啲啊，有你 macam-macam 啦ASD 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有你有 streaming issue 係感覺 a disorder sensory perception a disorder 伊無注意物件，上個你甲我注意物件，伊袂 relate 甲別人 ，especially 甲別個人，伊袂 relate 相款 ，because 伊個 sensory perception 會腦無相個人嘅，伊生無相。伊 sensory 係是 cover which sense of 個了 all the senses。Look at your senses to be charmed to joy emotions. Sometimes you伊個被卡咪去啊！你看樣你卡咪，有咧你看伊唔敢，伊袂看路誒，伊 because 伊 too sensitive 嘛，伊 hyper sensitive， 所以袂看路，伊目睭邊看一邊，甲你講我本頭歪一邊嘅，本有。then 有咧是聲咯 ，then 有咧是 sense 你 skin 咯，都可能或是冇咪個穿衫，是用穿嘅衫，特別到頭邊嚟穿，because 伊那邊靠伊嘅什麼嘢咯，伊 hyper sensitive 啊，有咧 hyper sensitive， 有咧是 hyper 伊無 sensitive， 伊物件本係你喙去夾去嚼，或是伊hyper 所以無夠 sensitive 咯，伊macam伊個是伊嘅 sensory 唔對個了。I think 是伊 more of 伊 neural 啦，伊腦伊咯伊 connection 啊。伊山走落去啦，無山走成了無是伊無 fire up 啊，伊 sensory 腦伊無 fire up， 所以袂收到伊 message 啊，成日你頂住講嘅無答聲咪聲無夠嘛。你冇大家好。到嘅。係，阿哥咧，嗱講話我唔敢插笑，跟住講我頭紅。當叫時好正正後一數會教人講安怎彈即係本來學見安怎學人單去看咧。是啦，我愛彈，我一定不過我係嘛都入落去一個看戲，所以最好我肯彈掉啦。你幫人彈掉被當會使啦嚇，你有時我唔會來彈呢，我一見到 director 教嘢 actor。就是咯，就係特別咯，所以我同人講，我當然講兩天 announce 兩天安怎彈啊。今仔人聽到即個頭項嘅即個話題是10號咯，所以我真快，我就會學人彈即個。我講你現時聽我是早聽嘅人成彈啦嚇，早聽邊啲學見，然後較快超快嘅人成彈，所以12號是4月12號 ，OK 聽到4月12號咧，吉隆坡special preview 嗰啲希望未記伊嘅 detail 喎。4月12號，4月12號，4月16號，4月12號。4月premier 是4月 premier 是16號，特別我學單是12號起。12號啦，所以按怎彈？你彈咧，按怎彈咧？你就是我就啲 Facebook 嘅位啊 ，facebook.com/Penang Hokkien，facebook.com/Penang Hokkien 你企喺邊，你就看到一個 KL special preview giveaway 嘅 post， 到啲咧 post 啦。到底咧 post 上面，你特別係放你名到底裏面，我講我愛睇 #BG， 你 comment 你到底 comment 你 post comment 你寫 #BGHK 加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啊冇就是 #YMTWTM， 就是你 short form 啊。到底係邊個寫咧？我就去驚，我係學我嚟冷談。OK，
兩人彈一人彈兩條段。Okay. Two pair. Two pair，都兩個名啦，一個名彈兩條段。OK。Okay. 所以你到92號時就要去，但是你要彈 KL 嘅吉隆坡嘅 ，OK？但是你要彈檳城嘅咧，你到13號嘅時去Facebook 嘅 page 位，我你就會看到伊大多是 for 檳城嘅Gala Premier。So that means 就是12號都冇關佢真係 post 喺 Facebook 那邊 for 嘅 giveaway and then 就I be the first one to answer。冇你成 the first two。唔是 first 啊，我會 because 我會做較 interesting 較公平啦噃。頭一個人彈嘅咧，就彈呢段咯。First comment， 頭一個人彈，你特別寫 hashtag BGH 加 hashtag YMTWTM 啊，頭一個人寫。你對彈呢個頭 first bell ticket， แล้วชูแล้ว咧ชูในหลัง第二 can key กับ後尾我 close 呢個 contest 時，我入個了人 enter 嘅人，我溜一個人 randomly pick 一個人。哎呦，我真係是我啲的我媽得了咧，我教我媽得 book 一陣時候講我出去看戲講 OK 喎。我冇插入啊，你特別快笑啊！那是你頭一個嚟講，但是你對我特別Snapchat 咧，我 before 我 post 時，我係成個浪到啲 Snapchat 人講 OK。對，我嘅電話不見，我嘅電話換對啊，所以我冇到就被。我冇插。我係好兩款。你電話安裝了？啊？你電話安裝了？next week 嘅就電話咯，所以我唔得到時嘅做啦。你電話 number 安裝冇開到多嘢，拍未通。哦，我嘅 SIM 卡吧，我嗰部 any phone to put the SIM 卡，所以就卡未通哦。ลอง聽到冇插入是豆嘅好是別人冇好係，但是你咪彈咗你多咧，當特別去我12號我做 start from 12 AM 點時候就 start monitor 到我11:59 PM， 我看嘅視頻群啊，我看。等陣我想話唔對，等我看等陣我彈 five best， 所以會使學較濟 sorry， 我會彈學頭內人是彈 for sure， แล้วชูในหลัง彈嘅攞掉個。這是 for 檳城應該是 KL 個檳城上啦，我彈 for five best 啊 ，OK， 我頭內人彈攞白。就掉彈啦，但是處嘅人嘅了，我可以 draw 內人彈落白個，就。唔是三個咩？唔是 ，anyway， 快嘛？對，我個另外一 pass 就啲 Snapchat 嚟。Snapchat 就是講我就講，OK， 就會 enter first person to comment 咧，就是彈下一個白啊。像12號是12號是嘅，然後13號是啊不，12號是學吉隆坡嘅。13號是學檳城嘅，所以點樣就是呢 Snapchat 呢本是會講呢呢 post 咧，然後點樣呢就是 Snapchat 呢講 post 點樣呢啦 ，when I reply 講the first one 點樣呢嘅就是我就頭一個掉啦，是唔是？嚇 ？First two comment 咧就彈咯。我 Snapchat。我講另外 Snapchat 我 special 咧，我是講 OK， 但是你要彈一攞一條一擺 ticket 咧，你當面就要殺起，然後你要講係咩物件，所以 Snapchat 你對話咧，你個會再講你會彈門，你會嘅彈門。所以我到啲 Facebook 人彈，到啲 Snapchat 學一個人彈，一個人彈。了解。4月12號咧是吉隆坡嘅單，4月13號是檳城嘅單。แล้ว我要緊咧特別再講落是有嗰啲馬來西亞人家己，然後若是講落，let's say 啦，你是吉隆坡嘅人啊，你檳城嘅無彈啊，無吉隆坡嘅無彈，你愛來家己花車來檳城，還是坐巴士檳城咧，你會使 enter 本，特別要緊咧特別親身家己出你家己單去啦，特別看戲嘅時呢，彈呢單是即係喺幾時落Astro Shop 贊助嘅學浪嘅單。OK。
12明白。攞人actually Snapchat 係我是17號時間開17號時見到特別注意配一次禮拜，我先學 Facebook 嘅先，然後17號嘅時我講 Snapchat，所以特別等。Snapchat 本上，阿林波本學一人彈，邊個本學一個人彈。所以這邊就是12號、13號冇彈掉，就一塊17號咯。17號掉。12、13號。I hashtag 係咪講係幾擺啫 ？hashtag PGHK。hashtag PGHK。You mean the word to me? Why? 咩啊？等陣。YNTWTM。It's short form 啦。You mean the word to me? OK。逼邪啊！佢哋個名人啊！所以我這是掉底㗎，and 我是有㗎，這裡喺健身內，最主要有合作嘛。我做就係partner講話，安怎嘅promote 介紹出去，然後長時間咧個安怎學邊咧學人聽種彈咗物件，所以我解拖，我袂多啊，我袂個白紙時間佢會講個歌咧，係咪佢會彈歌咧？特別咧成講大聲大講咧，先就是你無彈大，或者你袂大呢，你冇有機會彈物件，彈歌咧彈伴奏，我看到啊，介水呢伴奏介一個咧，有 picture 無，可能見嘅先，可能見先。我能健身，係咩事過咧？sorry。Mark。哦，Mark 嚇。我嚟講啦，特別是 TA 你真係成間都當播啊，一種嘅啊。過叻啊，我係過叻。Hello。當out啊，所以我特別睇啊。sorry，一件好啊，唔是 the email， 一件好啊是多個看掉。we transfer， 但我可能看，這是budget啦，budget 攞是無彈到，但彈到 free 嘅單咧，讓要去買單看咧，佢較好個啦，那個是到卡基本上promote 嘅 show 嘛。Then， but the thing is， 我有個 fee 多嘅是 for 我 mother， 我本是搞我本是搞我 another half 嘅看本嘅。所以唔要緊，你對坐你馬去看是藝術是真好，人哋依家即是買個數㗎。所以我知影啦，因為我講阿媽講我，即是頭一擺頭出邊福建嘅戲講你應該是明白咯，講 OK 啦，講一個看嘛，我講我嘛 try。有聽邊啲福建啊？我媽都福建人，of course 有聽啦。伊是巴山福建。巴山嘅福建有聽冇？那有聽嘅嘛，冇問題嘛。這是快，即係毛毛菇過去當最緊要。變水咧。攞佢即係就是個咧，特別你看伊特別伊個咧，後尾又係幾時來嘅？no， 你係變水嘅，我係，這是鐵哦。了。鐵啦，伊是啥咧？當咯，當半誒。過嚟嚇。了你變水嘅。係我笨蕉係幾時來笨蕉？變水。OK，你我講聽，這裡按怎彈咧？這裡你就是budget買單過夜嘅時啦嚇，過夜即係 premiere 嘅時候，攞嚟是5月4號start 做買戲，攞嚟是5月。或者即係或者要可能後面呢嗰啲彈到這，我一行攤一人攤好難借啦，一千10條半，一千少啊，10條半10嚟個咧。OK 咧，變水啊，水啊，我嘅世界看水啊，你看一花。無阿俊，我彈咗啦嗬，我陪你一百個美金。你個鬥啊你，我買好多彈啊 ，disqualify。冇錯啊，一百個美金冇貴啊。哇，你今日炒啊你，就嘅冇猜我都機會彈，你可唔可以考啊？冇啦。我買塊有冇甩嘛？我是有甩嘅嘢就計講啦。到底 C 係咩啊 ？GSC 是唔是 ？GSC 嚇。GSC 是到底邊樣嘅嚇？
到底邊呢嘅事，我就係，但我想下啫，我頂住 KL 應該是未 ready 咯。唔知等我隨看，等陣我隨 OK， 我隨 email 個人講。咦，你是講 Premier 啦 ，Premier 特別棒嘅是Premier 是咁啊，no， 等我講下 GSC Golden Screen Cinema 係嘛？啊 Pavilion， 就吉隆坡係 Pavilion。啊 Pavilion 啊 ，Oh my God！Pavilion 我覺得一6點半係一條 red carpet 嘅 guest 嚟6點半，到8點，到9點半咧，讓到睇去看戲。แล้วตอนที่ลองจะไปกับว่าก้องเลย information ก็สิลองทันเนี่ยหลังเหรอลองจะไปกับว่าก้องเลยจะที่ไปเทสกับ IC ก็สิไปเทส乱名所以ก็สิจะไป報名สิเข้า到下面嘅嘢ตัวแล้วเป็นนั่ง嘅就是到ที่ Gurney Plaza เอ้ย Gurney Plaza GSC OK โย่我แค่ไปต่อวางจะเห็นบอลรู้จักเราลองทันคิวว่า冇ทันคิว阿張幫先，那有去嘅，咱一件翕下佢上去都看。好，感謝。แล้วทันเดียวติเกต會使 transfer 好啦吼。袂使你特別你ทัน嘅人，你名特別到底邊啊 ？because 你用你名嚟 pick up 你 ticket。你第二個段落愛帶做人去，唔要緊啊。我已經有我嘅 partner 啦，所以我是一定是專門就去嘅。OK，所以安尼看到，你人到時到會記幾號啊？4月12號，就是講那是講禮拜一，即成天人咧談機會就較懸咯。特別唔是㗎了啦，如果攞條段，你會使攞嚟人會使談溜談嘅嘛。到時是我個人報告就啲 Facebook 報告，但是我 Facebook 報告我可能限制啷個即 certain time 啦，是啷報告，但係我係我特別學溜白嚟揾啦。因為今日唔是咁乜讀嘅事，因為我特別呢禮拜我最OK，你咩 one week 啦 ，one week time to contact you 啦。冇，我唔知啦，嗰時我個細看，因為我你係較早談嚟講，你對細較早。跟我講咯，一禮拜點先？你跟我講咧，但是因為一禮 within the 1 week 我特別學你Astro Show 嘅人讓嘅 particular 先，應該就大家啦，成學生啦，談定啦喂。少，阿張我真係 PM 先啊，喂 details。你人啊，若是講要去睇 Premier 嘅人，學過去買單看咧，讓嘅單咧一條單就學你機會談一到，但是讓買兩條單咧。讓協內人嘅邊效應內人嘅邊，而家就怪協邊呢？怪協邊，因為有咩事咧？冇你俾內條單啦，你10個人協，而家上內條單協嘛，談嘛。你就是俾5條單咧，你就談5項物件，然後你打人所以你就俾卡錢快咗咯，卡早搞你就談經愛過咧，係辦嘅。怎麼講？我 offer 晒過咧。我學翻過嚟啊！過嚟กับมันอยู่นี่ลองแมนหันโลวะอันนี้ลังเกียจะเสร็จของว่าบุญโอเคต้องกำเสียลองแมนหันโลลองทานนั่นเอ้ยที่ว่าทำการที่จะจะเท่าจะชุบเท่ากันในฮีอาหารก็ทานมาจนได้喂包括俾見到人走แล้วเขาเกิดรูปใครกันโอเค嚟入落對講，攞那是無名碑，我咪叫無名碑，我講得先。我不要緊啊，是我談到我俾到$100啦。你一談你就被談斷，你冇睇熱料。我係 mailing address in Malaysia 嘛，我係 IC。嘢 brother 嘢 mother 咧嚇。OK，特別你 enter 咧就冇變，enter 你叫別人 enter 嘛。我媽咪嘅 Facebook enter 袂使啊？會使，到你媽咪單 enter 會使，所以我 post 時，讓佢話 comment，到底有啲特別到啲 comment 入面 post 嚟效應，所以到啲 comment 嘅我係看到住 post 幾點咧，嘅讓嘅效應，或者話就講我係睇住人睇。到你話就係講你幾點辦？就是你對我 Snapchat 咧，我冇個人講幾點辦，特別到啲 Snapchat。呢啲嘢都對 Snapchat 嚟啦。
我頂朝我報告到啲迄個時候，已經真新嘅人做啊啦。講到啲啲人就是要聽，我其實報告我是學人要大人啊。即係頂朝是 test 時候，講幫見照嘅時候，人就是要看到嘅人咧，就底下你報時幫見照當就 test 佢是安怎做咯。但是講我唔知，我講咩就是報對 subject 咯。แล้วเจ้าลองจะไปตัดจิตตัวเล่ปันว่าไปกินกับลองก็ให้เล่ปันอยู่กับก่อนเลยอ่ะว่าเอาซิลแต่แปะเลยจิตโถพื้นสิตัวติด Snapchat เลยฮะโอ้โอเคแล้ว機會冇ทัน掉係 Snapchat 冇ทันOK 嚟จับ你講頭啊我是 OK 依來咧依來啦但我而家放我放隻咧伊個 trailer 嘅 clip 互人聽，因為伊 trailer 嘅 clip 裡面有講到即個小人嘅即個話題本啊，聽人講俾人聽下，係幾線啊？得啦，本來學見。人今日人看到 trailer 啊未？看到了。對啊有OK 嗱，幫人聽一個，我看人聽到。你攏聽到未聽到？冇聲。誒，後聲啊！聽到 A 了。好，等陣。你咪是迄隻出到電視嘅 director 啦，我係大哥嘅後生啊！你出名，我跟你老爸車，別怪啦，人嘅名你講。我做掉，當然生命嘅故事。成家阿妹，你看病人們看到病夫飛機到小面，小人我嘅先呢。出來了，本人在消息。你未留咁多面水和我男嘅咩？你會死啊！我一直都會死，你會死啊！如果有回聲了，救你家己先，了解救到 Vivian 嗎？咱的我，特別感覺的心聲，幸福平凡才是人生。我咪跟人講過，了那是人看了。我搞邊啲你福建啊？啫。哦，是啦，是咯。搞邊啲你福建？呀，回家都是都是大陸啊！你頭邊啲大陸都冇聽到啊！哎呦，我講聽啦，人看了這出戲後，我為你定講一個節是我被落嘅呢，就是我被對人看了戲這出戲人。我有一出是被參詳這出戲啦，我是29號4月29號，不，4月29號參詳本來學嘅，我被參詳我自己也是啦，我講我係一頭先，我個笑呀，因為我 record everything 啊，way in advance，我就會笑佢就會講唔是29個月阿 John，the main important thing。The important thing 就是你個 director 個 actor recording 就是冇放。幾時啊？就是 before 伊 show start 嘅時咯，稍等個是4月14號，แล้ว個伊嘅明星是5月1號。你是個 all the actor 還是跟啊 certain actor 呢？我有叫到 C-Can 會來嘅人 C-Can 咯，就是伊嘅即個。man actor 個 actress 咯，對咯，人咯，Frederick 咯 ，Frederick，然後也佢講有啲 Jonathan 小嘅，哦，OK，一個伊嘅大哥做機嘅大哥，小人 ，OK，小咯，伊兩個小呢，我報嘅咯，就聽，因為個老伊咧 Frederick 啊。佢笑呢，我冇想到伊咧笑，人哋我看伊個做嘅 character 咧真勁啊！我冇想到伊咧笑嘅就，喲，咁樣人冇笑啦，但人人笑即係。比如嚟福建，福建話 OK， 福建話 OK， 成個路。阿 John 啦，歌胡啊 ，Frederick 成個路，特別依家好笑呢，伊有個有特人個畫面咋。Frederick 畫名叫華雅，華雅玲啊，人嘅畫名叫蔡妍，華雅玲，蔡妍，แล้ว個唔是華雅玲啊，華雅呢，
我呀，แล้วก็ OK จอห์นตัน就叫老弟 John แล้วก็บ้านอีวัน做咧 Vivian 咧咧大哥啦少年咧大哥名叫做老姨我講小六你有家嘅做 Frederick 嘅細漢囡仔我小六 interview 到伊冇計伊小細漢啦變咧學嘅乜嘢死咯我講錯我阿 John maybe 是第啲喺數咩？你知啊？唔係啦，喺數咪是較大漢，喺數13歲啊，14歲啊是。Who know ？OK， 了，來接落對講，我咪continue 講就是人到底就是講小人，但係我個人講聽到伊嘅就是看人蔡英講嘅價值講嘅，就阿胡你知嘅講小人。無人結善嘅，你講我講有病人無人結善，小人看到後就被個路就被咩閃嘅啦。人家啲人，我感覺到即係人冇人看嘅經驗，是講人好心肝，是講無好，是人無去 understand， 無去明白啲小人嘅小人啦。所以你變咗只驚伊條，你乖乖做物件無想嘅人，所以變咗驚伊咯。但係嘛查某婆，但係你是講對啊，查某婆，你講看到是你驚啊 reaction。我先係每成日看嘅，當今咧我是驚啥物？當今我是無驚嘅人，我是驚講，若是講有陣時人起笑起來是人辣隻巴係活着路啊。所以係你 sudden attack。係你我是驚我着活，我唔是講驚伊嘅人啊，因為我明白講。特別有時人是真係是小氣啦，你特別人打閒一般打閒未掉嘅咯，不是變高嘅咧。佢真係就是小人也都毒死人啊！特別小嘅人，佢真細漢時，你嘛看我驚咯，了把你看了個可憐伊，比如講唔敢 approach 你驚伊，等下伊就被 accept 嘅嘛。你建議呢個看了。是被 accept， 是我呢點就是。我都未曉 approach 啦，就。你唔淨係伊嘅 reaction 是安怎？你若是 approach 伊，都係冇點小氣咧。是啦，唔是我睇驚啥物，你知？你 approach 伊吼，伊若啥你是 OK 哦，伊直對調你話慘。是咯，就是大家有就是核心得了起哦。一起了你。錯對起啦。你感覺到，人感覺到人嘅做咩事？人嘅安尼 mental health 嘅 issue 嚇，人無。點啊？這邊馬來西亞這邊啊，看這個樂觀嘅，看這個。正線樂觀。這個係咪樂觀啊？正線嘅樂觀。正線嘅樂觀真正貴，了個 appointment 真正貴。我唔是講你講個玫瑰啊嘛。正線是 psychiatrist 喎。係我出嚟嘅人愛看。唔是貴咯，是伊 appointment 是 per hour， 然後 each hour。哦，伊 appointment 真正貴嘅，甲你講按落個日後甲有嘅啊，少嘅啊。啊，安尼嚴重啊！少嘅哈，你少都唔知少嘅到落去啊。我我講清醒嘅律官是 psychiatrist 還是 psychologist？Actually， 我無，咱講正。伊有 certain clinic 有knowledge，所以伊每路愛看咩？個只要講起就是唔是干了小人本是 violent 嘅，就特別人嘅 perception 是人嘅比較看嘛。人成個有啲人講干了孟加拉嘅人就是歹嘅，一種嘅看法啦。人 already 有 preconceived notion of 一人immigrant 干了就是有 certain type 嘅款嘅。冇啦，但是咱就比較笨嘛。就是咱就是人嘅職。但我係哥有去過即個上個小人經做工嘛。那細漢嘅時，咱白人就話講，如果是山走，都好小人掠去。就是咯，就是。個人哪掠去？個人哪掠去？係就是啦，做咩事？那 racist 就是你看你問題啦。我講係講嘅，兩件那派下毛毛菇掠去，冇水。
就我播，你乜講咩？你個，安怎係冇冇人的 picture 咧？咱一兩講來先啊！我再就我保成講咧是到嘅，你了解到嘅。我係古仔啲小有啦，然後講有真濟，然後佢哋對就你講你個咩？我係古仔有啲小人經做工過，做伴遊啦哈。然後伊講小人經啊是伊第暑假嘅一個 section， 伊第暑假時期講話，梗係無想甲做工嘅時間嘅 stress 呢，真係小人來甲你講話嘛。你講嘅特別無相嘅，你講大家 interesting 我真爽，我咁樣講，咁樣做咁真爽。然後你會拍人嘅，你外人嘅，就記起來咯。然後會出來行咧，就是愛食飯嘅時，樣會一條線咯，伊家己會自理啦，伊會 control 伊家己。伊袂偷衫偷褲嘅就對啊。食飯嘅時，然後食飯，伊敢若有問題，你看呢？我是話曬，你看到讓。我知啦，人哋我家己捌經驗過，我唔係講路人啦，講我啦 ，OK。我頂到時我無明白，唔知講小人是，就講小人隔了，我知講 even 都係無 violent 滿好啦，伊袂拍人滿好啦，伊袂活路嘅上面。你本事啦，殺掉，你驚伊是因為你無明白，你唔知伊嘅事，所以你驚伊就咋。你那時講我家己嘅經驗啦。頂到時是聽人講話，人講頭像就袂接，你看得好，然後就奇怪啊，就 weird 啊，伊奇怪嘅小嘅我就驚啦，看到就。當今你再講伊袂做，你袂幫行嘅時，你係世界講話，因為你是所講嚇，你本我變咗當無驚戲啦。但是講伊袂活我靜，我是唔是驚伊小，我是驚伊靜我。你話是無寫字嘛，靜水。你別小人來個包啊！แล้วB แต่มันเรื่องก้อนไปก้อนไปI think 這小violent on the road 是真係少啦，伊 percentage 啊 ，I mean 咁兩人看到伊 because 伊like is on the stage 嘛 ，because 人recognize 嘛 ，but actually 這the number of 小人 violent 嘅小人 on the road 少咯，即係較濟講緊咱就咪看到是個是 autistic 嘅 children 咯，對唔對？但有咧真濟人是看到啊，嗬，佢是閃咯，閃嘛是還是海學關嘅辨識咯，because 佢無了解嘛，就講咱做爸母嘅背後有假時間嘛，對唔對啊？所以 actually 做爸母嘅是真極閃嘅啫，所以嚟講人嘅閃人嘅囡仔嗬。心跳，我人會真係心正聽。我家己囡仔唔是 autistic 嘅 ，actually， 我家己囡仔唔是 autistic， 特別我家己囡仔是 Down syndrome 嚟。OK，你經驗過有經驗使人看乖看伊啊啥物？喂，即係講我係驚個細漢個嘛，細漢囡仔呢人叫咯，人細樣咯，對唔對？特別係講人真係大隻啊 ，autistic 嘅 usually 樣嘅面啊面型啊。面個了是上個平常人嘛，人大隻，身軀大，6尺高，等咪5尺10高嗬，特別你behavior上個小人呢啊，你是個人真係排斥咯，即係看人看到點看伊講伊句啊，即係做爸母嘅哦，真係激心，都唔是講免路人免去 approach，because 一般有陣時 sensory 有問題，講免講特別去互人辨識看，還是閃伊安尼嗬，我人會曉，我人想講咁什麼拉沙鬼安尼物件，我真係會 pick up 啲關係。人閃人咁知，明白。咱知了，這項嘅物件，咱平時咱無講嘛，但咱物件咱個手路頭殼出手唔冚掉嘛，所以咱當然咱講。如果還是想話有咧，人嗬，想講真嘅人，講teenager真係大漢嘅啫，你講調起來，冇當時講得好開，即係平雙手買擺起來嗬，所以講就你看啲咪是調車嘅，對唔對？啊？你大漢困得好開，即係俾雙手擺後，咪正常行得按做，講
整个无需要呢，嚟講看伊 parents 無需要 parents 嚟講無需要咩幫助，喺問題你免去徛去看，呢啊你免咯嚇，嚟講嚟講 parents 會幫助伊 parents 該求伊物件，還是收個規個國家，該求物件，係咯嚇，而且是example，唔講那個係安尼一項跟那安尼啦，特別這是 one of the way。one of the ways，伊就是講你那是明白呀，嗬。你人當然聽到，人知啊，或者人看到這多大 autistic，actually autistic 不是 autistic 唔是小啦，伊唔是 mental 嘅。特別是人特別 perception 你看起來成個是人講嘅是小人。so 當然你明白啊，你再講嘅係正形嘅時候，你看到你嗰陣時，你別成個講徛掉成個，你知咱亞洲人第一時間徛掉上成看戲咧，你 accident 又見到 accident 又加了人話排隊成個巴士呢。去看誒，所以你就是講再講嘅問題，你再講你若是徛到後面，你不就你講咧去看到人，伊驚有autistic 會驚到底下邊有 episode 係石sau什麼事，你你看到人，你別再講你人，安尼可能誒無做半項，當徛到邊上是會傷到做伊咧，伊白寶會閃嘅咯。你知啊，你咪變你看做咯，還是你平平啊就是。even 你做嚟講本好，你成日講哦，頂住我聽到邊啲學人講咧，我較好誒，看到佢手一擺冇橋物件啊，是蝦米物件，啊冇就是看了過啊 ，understand 了就刷了過去。真個，咱講咱等下等人話這就是咱講少見多怪，是唔是？應該聽你明白哦，少見多怪。我聽你講懷疑是我比較聽。你少見咧就最怪。你少看，你少看到嘅物件咧，你都會感覺到奇怪，明白哦？嚇！即係物件，咱 QQ 嘅人本好嚇 ，LGBT community 就係你唔無你只少講，還是你唔知講，你一朋友就是QQ 嘅嚇，讓聽起來是喲只怪嘅，你攏唔捌 expose 對，了上加，例如講，同埋我比講嘅你有 Down syndrome 誒人本好 ，Down syndrome 你看伊個人嘅面無咩像，所以人看少看，你到上個，哎喲，不就不到你你去看伊上個alien 哈，伊你看成怪怪你去看，你對只相咧對迄個無，伊白無看到只相，所以若是講你知咧明白嘅嚇，成個我未講人安怎，我係講我家己，頂到時我有一個我係 judge 位，我甲我做隻超怪，伊個怪嘅 director，伊個小弟有 Down syndrome 嘅。所以我能想象做隻參，所以變做往參我度成個，我你唔知啊，落做隻參嘅時候，你對會知講伊個即個 problem，你是當做成個一朋友，然後就一個人，然後你冇去看伊有當時你冇想啊咋。然後我有自己咧變做伊個朋友，就是我想有自己在我在一個我去 church 時，就去時我去在一間。伊本是當時我去載我一個朋友了，叫做一去，都變做你若是有參，你有關係啊，你就袂講感覺。你若是要講 Down syndrome， 你 Down syndrome 嘅人較濟是真正應做朋友嘅，伊人真正 affectionate， 較真正 loving 嘅。你若是好介意人啊，伊人做你好朋友了，你袂對介人了。我嘅朋友本是伊特別我講聽我就是我自己經驗，伊本是我接受伊真歡喜，我 because 有一人無接受伊，所以伊差唔多特子拍電話俾我講話，係啦，伊拍電話講話，伊唔是要講啥拍殼呢，我冇嘢啊，特別伊是要講。你不禮拜會記來載嗎？我講 OK， 我禮拜來載你，你可能啦，伊無講就啥拍殼，特別講你禮拜特別特日你拍電話講上，所以我 set 伊嘅 caller ID 嘅 ringtone 是 silent 嘅。你是唔是真單純想囡仔淡薄囡仔片呢？
啊，淡薄哈，加 straight 啦，加啲加 straightforward 哈，所以伊度教我講特別當時你冇淡薄隻 spectrum 冇哪冇嚇對，有咧伊度會阿擺我俾講禮拜嚟就話呢，所以我度 set 伊call 那是我冇應嘅時我就冇去聽咯，然後那是我有點識聽嘅時我就聽，我講嚇 OK，I'll pick you up on Sunday，假使你未記嘛？假使叫我未記啊。特別我就是講，只你冇見過咧，你都拉沙怪怪，你見過你明白你知嘅時，你都冇咧。對。所以小人們成日看咧，你那是明白你知嘅，後你都被拉沙就講，我都被寫咩？我驚伊阿面，人哋都 understand 都冇人驚。他們就準備講阿豆嘅。你冇講，哎呀，呢個笑啊，特登嚟卡電話嚟教我講，呢個條近你去睇笑嘅呀。哈，所以我明白，even though 我冇 pick up，伊特登嚟 call，我冇講，哎呦我驚啊，特登接 phone 我，你明白哦？我是在講伊特登接 phone 我會聽，還是我講聽未聽，還是我未聽？然後我在講伊講嘅物件是像嘅，人哋伊特登嚟講，所以你記嚟就我拜禮拜。一定是叫我拜一去在意思嗎？我個點未叫 live broadcast。So 豆嘅特晚都未講未特晚，豆嘅特晚未講嘛出聲仔啊，冇聲氣喎豆嘅。Thank you 啊！觀眾過來啊，觀眾過歡迎，觀眾過在掉。冇啊！掉。呀嚇！觀眾過歡迎。奇怪，安怎earphone未用？是咩？你拍一下哦，我知你 Skype 有兩 Skype 啊，你 Skype 嘅 input 有可能，你是到啲 phone 呢，還是到啲 computer？iPhone。哦 ，iPhone 應該係嘛？唔緊，你講我聽下啲啊。Anyway, I'm very quick because I need to go this. 嚇 ，OK。啊，你到 US 啊 ？Yes, I am. Hey. Yeah, finally， 我咁都想揸起嘛，咯。Finally。對，特別你 LA time 啊 ，Pacific time 啊，咯。Yeah，我都 actually very forgiving about the ADHD, Down syndrome, hyperactive kids. So we are very fortunate. 我係做一間嘅可能見啊，真係 hyper 嘅，所以上路講呢，唔知係人係感覺講，哎呦冇假事嘢喎。真係錯呢，你佢講住句，教你演咗10句，伊未記嘅。What time we going? What time？啊，別講真係 normal， but it just 講伊個人淡薄冇聲。伊 interaction 個人冇聲哦。伊愛 attention， 真係需要 attention。But it ain't like normal people. It just like you see, lu mai chai ya, it just funny thing to get attention. That's all. 然後伊冇數嘅幾隻人嗰啲，伊講哦 ，Can you play with me? Why so bored? Nothing to do. 幾位 everyone 啊，伊真係數嘅吹人，伊嗰啲啊。So 有時感覺講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because 這世界特登冇問題，嘅個 game。講人看袂出，有人較 obvious， 有人較安怎講咧？較輕鬆。所以大人有大人，不過真濟大人有問題。因為要 self control emotional， 佢哋本 actually one of the 有時安怎講，有嘅是 stress， 讓你嚟 relieve 出來。So我看到真係特別，我唔知安怎講，我小就安怎樣嚟 describe。所以有嘅surgeon我看嘅 friend 啊 ，because 佢做緊 stress on call，especially on call 嘅時啊 ，because 應該知 ，because 有時你 hospital call 嚟啊 ，patient demand pain，I need the operation right now，but actually 冇需要嘅。But because 人咁講未啊，我就對我唔รู้需要安尼款嘅 treatment，so you have to do it for me。But 有時 doctor on that day on call 5 or 6， 看到本起講，所以人被 release， 人 come back have to throw to someone。所以 part of the like 起少人啲物件，我看過本。你是脾氣爆炸啦，你是？伊有唔淡薄細個本嘅，真。
actually 真係係 medical line 啦，mental psycho。你笑你笑，應該點？係咪？應該 medical line。medical line 真係就 mental psycho 嘅。有啦。啊，人咪笑 actually。Yeah。有啊 ，agree， 我基本有，就是冇想嘅脾氣來就。我是講安尼啦，咱講是笑無笑，咱是唔知，你大家落去，你唔知講伊嘅底是啥物。啊，John，你人啲拍國投降嘅人啊，你愛搬無，係咪款嘅？啊，你講。你特別搬咧，無教了人想嘅，有人是 developmental disorder，像個 ASD， 有嘅是depression， 有嘅是像個大媽阿韓講 bipolar， so 你若是一個硬嘅款被搬啊，你會講我用阿莫話 sad、mad or bad。哦 ，OK，sad、mad or bad。mad 是成個正笑嘅人，笑嘅人唔在意笑嘅 ，OK。sad 嘅人在意 sad， 伊會注意是 sad， 伊是 sad 呀。然後 bad 嘅人是 psychopathic 嘅，伊唔知對唔對，伊袂曉分對甲唔對嘅物件。對，成講係其他人嘅成。啊，所以伊無輸甲你，伊做好你死，伊就無 sorry 嘅，無 regret 嘅。ACD 唔知，係咪嚟？阿蕉妹 ACD， 係咪 ACD 啊 ？OCD 啊 ？OCD 是啊，係啦，是上個一參加 neurosis 啦。neurosis 是你知是有 insight 嘅啦，你有 insight， 你知你是安怎款，你有 insight。mad 嘅人是上個㗎了啦，你會psychosis, schizophrenia,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安尼款嘅物件啦。咱講笑啦，I mean，咱講笑人啦，嗬。特別笑人，你唔知是安怎款嘅，無條件有可能伊是 developmental disorder， 伊是 mental retardation， 還是係咪？你唔知，每來伊啲記錄青破破嘅衫，你行，你看是你唔知，伊是伊係咪本事嘅？你無插，你講係咪話你本事？就係講人伊無咪好事，笑人，咱講笑人 ，generally 講嘅啦。OCD 是係咩？但係你講 OCD 是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is related to chronic anxiety 啦。是即係講了是，即係 a spectrum of disorder 啦。你有 depression， 你有 anxiety， แล้ว大項啲 in between 是成個 OCD 是即係款嘅 neurosis 啦。So OCD 是真正 related to anxiety。你知 anxiety 啊，是人真正搞煩惱嘅。你想到一項了。一直笑，了本是笑，伊若是會驚啊，笑好還是笑歹，伊特別笑歹嘅，嚇。所以笑歹就會慘未死啦。嚇，所以你若是笑歹是笑歹啊，你就真正解咯。你若是上家我譬如講啊，你若是冚累梅了，數累梅了，你走了，無一萬句你笑，啊。我有所謂無嚇，嗱，人有 anxiety 啊，伊真正應笑歹啊，所以伊笑，我定條無嘅啦，我定條無數，所以伊講，哎呦，我定條無數，伊直直煩惱了，伊煩惱啊，伊個驚物件，哎呀，無條啲人看到我無，嚇，無條啲人看到我無數。哎呀，人接我厝了咯！哎呀，所以無條啲一驚人接伊厝了，所以無所變做互人偷睇物件去。看無伊會鬧啊，嚇，驚係物件，所以每來伊是煩惱到個死去啊！我本事我有淡薄講聽，我本事，嚇你唔知，就是講你唔知。我都講啊！我看每嘅事，我特別驚我嘅 garage 每部冚，我嘅車嘅每部冚。然後我直接笑嗬，我特別啊！我幾日刀唔是幾日刀，我就這擺我開車去做緊半路，換到對嚟。
哈，你彎到對嚟啊！我阿 John 我小女是想嘅話，因為你嘅妹你用呢個 remote 啲你牆入邊看咩事冇？哈，我特擺出嘅是我弟弟講我家己啊，你看咩事？並來看有看冇？哈，特別我背記，我那是背記並來看有看冇？我背記我有第一個你我冇。我本想我嗰時我第一我看了後，我走嘅時我個想講，唔知我走嘅時我個 accidentally hit 到 button 一個開到對哦。到 CCTV 啊，啊你是播數據退數啦。了，你是看咗你冚了你就刷了咯。了特別我當今就是到 CCTV，所以我到底落嘅落邊，我行落嚟我。camera 看了都冇數啦，一個另外一項物件就是新嘅，就是我就係 electronics 嘛就，我就係電器，所以我名稱邊啊咧，我都係查咗，一查成四項物件，好啦，你話其他講我冇電視。爆炸！當然就了，我一定要到處會掉 trap， 我是驚咧。冇啦，你而家冇得講啦，依那是小事依要走啦。我有一個例啦，我哋每個嚟都是啊，是啊，屬個嚟 phobia 是隻頭控啊，頭唔是叫頭。啊 ，phobia 是講緊我咪字啊，係 phobia 係所就嚟就正常嘅病嘛，哦，有個就嚟咁就愛洗手洗物件，我有我個例都是安尼看呢，phobia 甲 OCD 像。phobia 個 OCD 是相配。伊直接下面手起啲做工會變沙刀。哎呀！了不要緊啊，個不要緊啊 ，OK， 一個物件伊就去變，了我人家了問，我講你用，我愛講伊特別啦，唔係啦，真係隨場咪講啦，你 floss 就好，你買變安尼嘛，變了手機拍個了，你睇你揀拍個了去，然後。stapler 物件我第杜爛就是 stapler 物件啊！伊 stapler 個啪啪啪死你安尼，我一條做 stapler 死你，因為開嚟看時，嚇兩條個了，特別一個頭。唔係應該掉，嚇？家己講話呢，家己無邊啲，人掉了。嚇？我腦啊未聽到。豆嘅會講話，豆嘅伊特別，豆嘅講聲。OK， 我想問啊，after lunch 邊處食？這是阿龍嘅聲，等陣我 mute 你。阿龍都聽到。我聽到，我特別攏聽到我咩？我聽到，loud and clear。啊，你 mute 就未啊 ？OK。OK。誒，你講啦，我就講咯。啊 ，OK。我想問是 after lunch 邊處是唔是攏咧處派？你是 after lunch 你要 breakfast 來 ，OK， 食了一邊 stop， 但係就我應該說我知影就是吼 after lunch 啦，你若是邊 tricky 啦，是邊啲 tricky 無好，因為你食 lunch 點時吼，你是食 acid 嘅物件，所以吼邊 tricky 是阿卡來嘛，所以 acid 嘅阿卡來 mix 出嚟唔是會攏派你 tricky 咩？我唔知伊 logic 係咩啦。冇。我就想我想問一個等路上翻啦。冇，不要緊啊！你邊出去小車時，你做好你會咁就播了，你會咁派啊！你會做你會咁派。有見啊！你看啦，你那是有隻物件會掉出去嘅，較好邊啊。But no offense 啊，伊邊安尼做你啊，手機不是正解。伊應該做 treatment， 伊手機唔是。特別啊，我邊手機。特別好我真正我淡薄 OCD 本啊，我那是看到人邊出去啊，我家己上課注意，我係出去無清氣安尼款，然後我家己別去出，我是別去邊出去啊，我睇啦，真係慘咩啊？誒特別諗滯咯，諗滯講啲 Korea 搭人食飽背背邊出去嘅都就啊 ，lunch time 講啲 office 裏邊有家己出去邊家己出去過嘅咯。
18倍了是到對嚟 office 寫啲個 cubicle 會變出去嘅咯。即係啲 cubicle 不啦嘛，只個呢？即係啲 cubicle 會變了個行去 toilet 會去配個去寫出嘅。哦。almost 特登本身，因為我是 Korean wannabe 嘛，我本身係睇得到。哦，因為我嗰時啲食嘅了咪叫 dinner 本身呢？誒，好屌，我俾我唔入去講嗰陣時，兩講成。學掉我俾梅魯。福建話 depression 是要潮是冇 ？depression 啊 ，depression 應該叫鬱卒嘅對。鬱卒啊？鬱卒，伊人講鬱卒，就是講伊較 depressed，伊加啲 stress 啦。你講是講伊面 QQ，加 stress，加無歡喜嘅嗰時候。鬱卒啊。鬱卒。I think 你要點樣都讀嘅時候，你講係咪？要潮，要潮是加水嘅字啊，就係你是加 Chinese classical 嘅字啊，冇人啱用唱歌啲 lyrics 裏邊會用啦，你講話 I don't think so。OK， 要潮，所以鬱卒較掉啦。鬱卒呢是我係馬本我講嘅物件嚟。我未曉。鬱卒。Hello，我俾梅魯。韓國人啊，邊條機貴刀一日？地招打刀咯。嚇！我係叫你韓國人。早起出門就一刀咯，18倍先嚟攬，就你啲家己佢都半邊一刀。阿妹有嚟人啉個啤了，一半就邊一刀，一真正是咁邊一啲。誒，嗱，是了，落去dinner咧，甲人拍拖啦，食了來邊條機先？冇啦。continue 講話。伊唔是講無邊，你未做人，唔是咁嘅意思，是講你有吞邊，你就跳條邊。哦。我是頭一刀用咗 iPhone 嚟驚啲嘅咯，會做錄音嗰陣，我同佢 on the street 咗，頭一刀。你誒只看你衰啊，阿龍，我等你成。不要 Snapchat。我唔記得兩講頭，我同你講，不等我買對處，我同你等下的士，我買對處成啊，我會同人講頭項嘅面件啊，而且有陣時人唔知我有 tick disorder 嘅。OK，tick disorder。我知。我有 tick disorder，我按照你就係你就 tick disorder。我知。成個 Tourette syndrome 嗰啲面件。我知，後掉我都後生嘅刀咧，我都看掉了。所以我同你講，我按怎會知啊？是因為嗬，我啲 internet 為我加一個美國嘅一個查某，伊是中國人嚟，伊教應該一個檳城嘅人，所以伊真想要學福建話，所以伊到啲 US 嘅，所以我啲 internet 會教伊福建話，所以有陣時我on Skype 了，on 即 through video 啦，我教伊講話。係咧嗬，伊後尾有一日啦，伊講，伊 feel 到我有 tick disorder because 伊家己本身是neurologist， 伊是 neurologist 嚟。係嚇。伊是 hospital 裏面做工正，伊是老官啊，伊是 neurologist 嚟。但是伊看到我嘅面，伊講，我甲你講話係時，我 feel 到你有 tick disorder because 你未 control 真正嘅 facial expression 咧。你講我規日捏我目睭啊，我規日去扎我喙嚇，對。所以暫時我唔知嘅，所以第三我係真正用 panic 嗰啲種，所以讓同我講佢哋真正用緊張物件，看車出去了，佢就看到啲嚟看有冇看有冇看嘛，我本身係看嗰啲。特別我講，我是真正貓嘅 case 咗，特別我有一個朋友咧，嗬，真正疑似嘅，伊是 Tourette syndrome。啊。有個人講，有個人感覺你頭先你唔知這個病，你唔捌這個人嘅話咧，人上嗰時笑嘅。因為伊學咁拍個字啦，學咁講，學咁咩錯話。拍一頭。拍一頭，係啦，唔是㗎了 Tourette 是咩錯話？對，特別意思，我 friend 就是錯話是較 rare，較平常較普通嘅事，伊人有想較做聲，還是做做一個 movement， 還是安尼看下。我有一個朋友，伊是你講我甲伊是弟弟，安尼，伊弟弟叮當伊個鏡頭。咁我想起你，我有淡薄本嘅，我唔知咗，我 friend 同我講咧，我教佢 realize 講有喺呢邊嘅。你當劍做，慳水你睇下你當劍。即係我唔知做咩事，我是 and 我是 later on 嘅 develop 嘅時候，我負責寫係你是冇嘅反正。我 friend 做 doctor 咧，伊講你嘅是較 mature 咧，你是 adult 咁寫得出來嘅，但伊唔知 reason 本嘅。我做 friend 先咧，
啊，安怎？開車啊？你是想一做物件講話一直有成我跌當有成功。我哋是想個 Tourette 呢啦，แล้ว Tourette รู้ใจบ่有人講話有 stammer 本是related to tic disorder stammer 我聽一個少年是有 stammer， 所以伊講 stammer 是被講話是講未出，講未大字so and是 stammer 啦 so 伊嘅腦是想要講係咪會想到特別講未出成個想斜狂嘅講想斜狂都未講未出 stammer 本是 related to tic แล้ว Tourette 是一個 extreme form of tic disorder apraxia and dyspraxia 哈咧是lingua你去係咪？你話伊腦不是想伊腦想一項物件，伊未做出來。哦，我有一個我拄過一個，我唔是捌伊隻字，特別我有知道啲一隻 animation 嘅 award screening 嘅事啦，所以要差唔多要嚟教我講話咯，所以伊嚟教我講話時，伊講話後，伊咪是伊手到。春啲啫，伊是講伊唔使講咩話，伊要講話，特別伊唔是 always 講臭話，伊還是講 shit 嚟嘅，然後咧好，continue 講，所以我人在意，你成日講在意一下，我就 ignore 伊咯，成日當作我 tune out 伊嘅 extra 嘅物件咯，你安尼是我冇插伊，然後伊個 continue 地講，特別伊細漢個大漢有，所以伊去 stage present 嘅時候，伊 control 了，伊講話是伊 control。我 friend 唔講嘅，伊 control， 伊 concentrate。伊 control 落來行，落來是伊甲我講話是較 relax 是伊就出來咯。伊出來。你想講，安尼款嘅人真正靈啩 ？Actually 人個了本是淡薄安尼款嘅你知安怎你會注意無？你想家己想啦，你第時做物件，你真正 nervous 嘅時你家己。你未講話甲真係濟人嘅事你講個你家己don't say fuck， 免講 fuck，你若是 obsess 上濟你看抓哇，你會講到 fuck 我就是邋遢嘅咯。你若是笑上濟你會講出嚟我邋遢，特別我邋遢，邋遢我捌讀過，我做啲嗱陣時我讀者邋遢頭嘅時，有時講是一個。culturally bound syndrome, but after that, yang ko成日講伊唔是一個 syndrome because 伊是一個 habit 嚟，所以伊唔是成個伊唔是真係一個精神嘅病。阿龍啦，講嘅精神病啊，福建話其實叫做精神嘅病，還是叫做咩病？頭殼病。我人是無一個較正經嘅講法啦，我感覺，人是講人笑，人是講笑人嘅嘛，人是講笑人嘅就講伊有精神，伊精神有病。嗱，無人講頭殼，無精神無正常，伊無正常。精神是福建話嚟是無？精神是福建話對，特別咱較濟講精神咧，精神成個有車無車。係你本是叫精神。係你字本是叫精神，精神成講你有啥愛困啊無精神啊，就是講你無，啊怎講 English？ 你無 focus， 你無夠困咧，嚇你無精神嚇，安嚇呐，愛困啊，嚇是叫無精神。精神病甲神經病有啥物分別？精神病是博不得咪，神經病是啊邊部分是博不得，特別是。笑了伊是講笑了，人罵人嚟講神經病嘛，就是講伊是一種嘅病嚟嘅，伊唔是講，of course 氣笑本是一種嘅病啦，特別就是講你講精神病嘅話咧，就是 medically 伊有 treatment 嘅，有去看老官嘅，伊有食藥，有去 control 掉嘅，伊唔是人看到街路邊嘅，哦，佢哋去食笑嘅，那神經病的。
當劍嚟到當劍自講1年啦，講人神經病其實是啲咩人咯。咱特別要 differentiate 㗎 ，maybe my promote。對咯。係你就是講係就是什麼主講嘅咯，咱講小人㗎了就是拍人嘅，講小人㗎了就是但了就是你垃圾嘅，到底嘅路邊要行嘅。我就咪就是啲行路邊要行啦，等得幾咯。當然啦，你垃圾。佢路河，但係諗等陣時我行嚟行去。你情咗唔是小嘅啦。你情咗咩都行快哦。咁樣嚟。情咗咩都行快哦，情咗你。冇，係你我冇。我actually 其實我做戲時我做嘅小人本，我定到時讀中學時做戲時我做嘅小人。你冇做到啲自己咯時候。兩邊嘅路。你冇想玩小人啦，即我做小人後，我係做戲時，我係講話後，我冇講，特別 actually 係你小人啊，我當今我 understand 較濟，我看起時啊，有可能係你小人，我做小人嘅角色，有可能是 autistic 較濟過小。伊唔是小嘅是 autistic， 因為我講話嘅時候，我未講，我當劍看起來，頂到時我未曉啦。當劍看起我個時候就，我講話嘅時候，我係 dialogue 嘅咧是number 嚟啊，我冇講字出來，我講3、5、6、7、7、3呢，講安尼我係 character 是。所以我頂到時我做嘅，但我做小嘅是什麼啊？我做小嘅是我。做我自己世界咯，我看聽我自己做小嘅事啊，我較濟時我做 stage 先到做 drama， 上啲 stage 時，但係要 win 嘅時 before 我出去時，我就 take 淡薄 moment 我叫做培養情緒啦嚇，培養情緒我培養情緒，我幫曬時我冇培養情緒，就是講 take a moment to like get into it，you know，so 我培養情緒做戲時咧，我就徛到啲邊啊 stage win 嘅位，我就 start get into my character and mindset，you know，然後。時我 not get into character 時啊，我係人㗎了驚我，你知道？係成個你 stage hand 㗎咧，樣阿妹話落妝啊，一嚟講，以後我嘅驚你咯，你就成個接 character 時我嘅 method acting。我唔是覺得就 method acting，本來我是想 prepare for 我嘅。method 是你現接起嘅 role， 你成個變起咯，現變起咯嘅 role。我冇講係簽啦，我冇企緊係簽，但是我是成個，啲人驚你冇夠簽啊！我 design 驚你了啊！我 design 我 character 嘅時候，我做我目睭按照可能，我成嚇咩嘅？method acting 啦，你看你咯。哦 ，OK，maybe this method acting。我知你我讀 master， 我知。OK，so 我看人，我是小劇我指標，然後我看人嘅時候，我 design 我 character and certain type，然後我就 start 我嘅 ，because 你別成講，你到啲 stage 你別講話是你講咩 ，when you step on the stage，你就別是 live in a character mannerism 啊嘛。So I thought method acting 是成個係一種你。After 你 leave reset， 你本 leave 掉你係你 character 嘅life 嘅叫 method acting。method acting 是你接起一個 role， 咁做一個接起，所以你我冇講接嘅，我是實在我做一 mimic 嘢。喂，個即係 Daniel Day-Lewis， 伊被搬係咪Gangs of New York 嘅時，伊被做一個 gangster 嘛，用刀嘅嘛，所以坐喺那邊伊個 trailer 嘅時，伊直接切頭刀啊，切頭刀了直接點咩刀去伊個壁啦，點咩刀去伊個壁啦，然後人被接嘅時就被講話個意思個意思係你人嘅你看。我冇呢，我是 only 成個 before I get on stage 時，我咪 that moment that 5 minutes before I get on stage 我 get into the character so that 我未成個到啲 stage 時候，佢 in the middle of getting into the character， so I don't think why understanding of method acting 呢是，你是講我就 method acting 嚟講，我 throughout the process 我做啲 project 時候，我成我小嘅可能可能我唔成，我是 before 5 minutes before 時候去做。Anyway my point 是，我講我直接我 character 嘅看嘅時候，我係 mannerism 啊，唔照看人嘅時，你邊樣嘅 stage hand 都唔只見話咧就，所以我就是看到
人講你笑人係話人看到目睭閃，會看到驚，你笑你就是我捌經驗過，你可能看到我直接我 character 時間人成唔敢同我講話 ，because 人哋會同我講 ，OK， 你未 get ready 啊，未起嘅時候，但冇驚，咪同我講話就冇咪敢，就是驚我 experience 過你笑人看你嘅辦法 through 我嘅 character 嘅時，就要爆槍嘅，但乜就要講啊。我講，你是講講話，冇講，咁自己講話，自己講話咪好咯，免教咯。自己講話，自己講話是做 mat 咯，冇，自己講話是，你是講話甲你自己，還是你講話甲別人？啲那邊你係腦有別人，你那是腦有天天有一個另外別人，你是笑啦。你那是講話甲自己是你自己呢，哈你是平常啦，甲大人不是常嘅啦。有當時我冇甲自己講，我想 catch myself 自己講話 ，OK 啊啦，自己講冇人嘅，自己講。冇，那是講下，咱做一項物件，咱 repair 一項物件，咱 repair 到我死地冇死地，咱都教一個物件講，你好好啦，你乖淡薄啦，你學我做啦，做好咧，咱就嚟講，都這是笑。冇啦，這唔是啦，這是淡薄，這是參詳。哈你是你自己腦談聲呢？你腦是像你看的嘛，所以談聲呢，哈。你講出來都笑嘅物件。哈。佢自己講話嘢嘛，即係。我俾問到啲邋遢咧嚇，邋遢咯，安怎？邋遢唔是 entirely culturally bound，邋遢把你種嘅人本有。上個我講你聽，你在 Irish 嘅人啊 ，Irish 人可能是 Catholic 嘅嘛，你那是有 Catholic 嘅 upbringing。你 upbringing 是教你袂使講你袂使講你袂使 blaspheme 嘛，你袂使講 Mary 甲 Jesus， 特別啊，伊人邋遢時那是看到條車驚係講哦 Jesus Mary Joseph。喂，個本事咧喎。嚇，所以伊人本是有淡薄邋遢嘛 ，Irish 人嚇，我荷蘭冇有，荷蘭荷蘭地甜嘅咯。我諗冇有，像一隻 vocalize 嘅 reaction， so 我邋遢嚇。Ain't nobody got time for that。你唔是邋遢啦，你是 a cool expression。你是 cosplay 啊？冇誒？係咪 cosplay？ cosplay 情節啊？哦 ，cosplay 情節。我是學情節傳着了。我呢啲copy 啊，copy。你冇點 copy 相機嘅？誒，佢似嗰啲人隔了人情節 cosplay，咁樣嘅。好，你翻 recording 嘅時叫情節嚟啦，隔了人情魔啊。好，我做。哇，情魔啊！你話冇魔嚟，我冇魔啊。我有沙翁嘢。我冇晒咯。我識講你啊。哦，邋遢嚇，邋遢，安怎 explain 啊？邋遢是唔是 habit 嚟？I think it's a habit。邋遢是福建話嚇。邋遢是華納話。邋遢係特別人福建話咪是特別有嘅啊！龍安裝寫邋遢咧，那是特別講邋遢事。那個唔是福建話，個唔是邋遢，邋遢是華南洋人人較濟雜貨。邋遢龍，我唔知喎，我比較少喎。我有寫邋遢，你 try 除埋 research 嘅。會使。人哋諗邊頂特別少講邋遢嘛？我哋 make sure 我會對全城嗰度嘅。做咩事？小人落啊！我冇的士。我落學校，你冇 Uber 啊？Korea 冇 Uber。你 Korea Uber。我冇咯，我冇學過。邋遢。邋遢你去想看，按照寫咯嚟講邋遢，你邋遢咱是真正對我嚟講是怪平常哦。邋遢華南人本有嘅，我冇白歡迎。華南人較濟，華南部。冇毛病歡迎。個禪人本邋遢，
一亂在我三人啊，三人安怎拉大？我唔捌聽過。哦，銀裝地狗咧，我拉大三。銀裝地狗。可能唔拿卡，你卡。你人講係咪？伊個物件是係咪？伊講係咪？冇得掉啊嘛，人想啦，我咪是我講嘅物件冇得掉嘅喎。我拿大是我攞裝嘅，我拿大一頭一裝咧，咁貓嘅咧，就是我講我。唔記得到落去。冇，係你時間我想到，我係想頭腦想到係咩物件嚇？陣間我哋聽到人講，就就歡喜先了吧？如果係本來我聽了唔知講咩啊，迄個咩啊，嗰個 Syria 嗰個 bomb，即係 US bomb Syria 係咩物件？然後我講 Syria 時，我係 phone 一頭頓 on 啊，而想我講 Syria 啊，我講 Syria bombing 嘅時，我聽 news 係講唔知咩，係咪 bomber 係咪8 millimeter 係咪8 meter 係咪物件？我聽講 news，我啲甲 Bruce 講到話，伊電視機到底邊後尾我聽到伊電視機聲，我 remote 講到，哎呦8 meter 係咪物件？係咪物件嘟嘟彈？啊，到時你咁多啦到。我成日看到我笑掉物件，還是我後尾聽到物件嚇，我就才驚咧，是我講出來我笑物件。然後另外一個咧，就是我拿搭普吉加拉路，還是我那是我嘅頭腦，物件聲嘟嘟嘟嘟嘟，我就才驚咧，是我嘅頭腦冇想到別項物件，我就是 default 就是講普吉加拉路係。我第一號就是我。你講紅木話先會拿到。誒，你紅木，你拿到紅木。普吉，係咪先來？是。咁都係爆炸。你係電腦被 sensor 錄啦。我係古靈珠嘅，係咩名未記啊？古靈冰嘅喂，大靈嚇，係咪？啷講咩？怎麼講咩？阿摩係邋遢啦。阿摩人會邋遢嚇，你是咪話？確實噶。你講紅木話是你邋遢係咩？我啦 ，sometimes 邋遢普吉，普吉多人是。我冇，我是頭講哦普吉然後呢，就係件事。แล้ว sometimes 就是冇梅咯。阿 John，你係佢呢個問到後面名嘅是哦得。一樣普吉就表記，普吉是只平常嘅德嘛嘛，普吉就出名嚟。普吉是都係。阿莫人普吉是名嚟。Garfield 貓邊普吉咯。Garfield 狗。鳥。哦，一狗。一狗是普吉。Okay, that's interesting. 冇啦，一叫奧迪。所以講是奧迪㗎嘛？我做係得咧。特別冇，啲人我講聽話做 ，because that's why 嗬，我硬 control 我係打慳 about 80%，我係 control about 80%。我嗰時到啲出邊時候，我係夾只。我冇，是講我邋遢是邋遢 fuck 咧就死啦，知道？特別我嘅時候我是邋遢普吉，我邋遢普吉嚟講，我到底邊個先冇人知上面，所以人都唔知咯。因為跟那白我嘅人，我不 explain 個人聽，相對，特別我做工人我冇 explain 個人聽。我講哦，我 just like something I just said nothing。邋遢話嘅了真係奇怪，我第一好笑嘅邋遢是，我看到啲 YouTube 有一個華納嘅 reporter，伊去報新聞嘅時，伊無條啲立條曬啊，成日講啊 ayam meletup， 雞爆炸，ayam meletup，可以說 ayam meletup，你安怎想叫 ayam meletup 啊 ？Oh my god！ 人講過6點鐘嘅。OK，so 我咪講。我想講見啲是topic 啦嘛，啲其他啲 topic 會。叻關啊，出嚟成日做出緊了。哎呦 ，I think 你會放一出啦。แล้ว出啦。我有啲 plan ว่า100 mat 咧。即係唔要緊，呢個時候100 mat 咧。嗱，我咪講嘅另外一就是，咪講阿婆邋遢是咱拔刀拔的小時個講，我只定。OK。
嗱，但係個另外講，你話隻咯，隻物件我俾教人 share，就是你話我本身嗱，但 from my 媽嗰邊 pick up 起教我當劍嗱，但教我算哪杯嗱，但我唔是咪講 ，OK， 當你笑大聲啊，或者是兩個嚟拍過啦，其實特別嘅邊咧有講話咧，就是查某婆啦，個中啦，豆嘅啦，個後雕啦。กับอาหารนะ拜拜回家นะแล้วก็สกายเอาขี้แล้วไอ้กุญจุยกวนนะแล้วก็สกายฮาเป็นไงมอมแล้วก็มอกูแต่มาบีแล้วแล้วก็拜拜จุบี嚟只人冇講掉發生一個做緊頭先人驚嘅，佢冇講掉แล้วก็唔是後邊按鳥，但乜頭來是按鳥。แล้วก็ช่วงนี้เราบอกว่ามันปวด啦，แล้วสิ看到冇咁不想等啊，แล้วก็就唔記得乜搞定嘅對象，當一記下幾號下到嘅4月拜三、12、13、17 Facebook 會一記去單看咗騰。我12點準等掉噶，第二間1點就9分。我講我未睇，我冇看。我啲 Skype 會，唔是 Skype 會，嗰啲 Snapchat 會我會成，我會扮是我成個來講成。放心，我已經 install Snapchat 啊，我係 another phone 啊，所以我係 monitor 就啲 Snapchat 咪咯。我放心，我冇講我係 call order 嘅。我查嗰啲一定嘅嘢。係幾時來段啦？嚇，嗱，是講老實啲係幾時來嚟？啊，無，嗰啲 Astro Show 是係幾時來並來？呢歡迎有人來，即係講邊啲學嘅嘅話題，呢啲白網是講頭項，你有關係㗎，你係幾時來個數？所以希望人去看了嘅時，人會使到對嚟個月8號有個月6號8啦，是往嗰度落另外一道落，係咪是？你話落人看了嘅人會起來 discuss movie 好。同大家一起嚟講，今次各位聽眾收聽，希望下禮拜過嚟多啲嚟收聽。OK， 下禮拜我是講出嚟告訴。OK， 感謝，拜拜。拜拜。到嘅。還沒數。但係你講你建築嘅，你個看我什麼咧？隔夜人等陣啊！我話是頂住禮拜episode 看一遍啊，subscribe 一遍啦，是阿 B 點出嚟整成？拜拜。拜拜。